人沿远路102项沟啊，发现讲是有油污，确认是对一间成都公司流出来，开罚60万。中国日本关系紧张，风声中共有可能将伫咧12月13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这天发动军演。美国罗西亚会谈敲和平协议，罗西亚总统普京说是和平欧洲，插手和平方案是个起步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这台水甲家人市府，昨暗伫咧沿远路102项的沟啊，发觉讲是有油污，环保局确认讲是对一间成都公司流出来，开罚60万。不过，这间成都公司并不是11月27家人河油污染的源头，因为是小说发生这款污染的事件，台水是停止处家人河的水。目前家人乱甲人爱去的高地是靠西市水库来供水，还佫有10缸的水通好用，暂时未受影响。贵人市暖区顶来法院桥头前的大排水沟仔边，大型的怪兽对这个沟仔底污染土。油的污染是浮出来，加在用吸油棉、炸油素冻起来，无流向归人河。市府赶紧作业，就因为初日暗时，环保局甲台水公司沿河道会勘时发现油污染，并且巡检。我们就在正方仓储进行巡查，那我们也确实在它的地面上发现了大面积的不明的白色液体哦。那在今天早上的9点钟，我们再次到了正方仓储的现场，那我们确认这个污染物确定是从正方仓储的这个地方所排出。环保局讲，正方成都的污染事实明确，依照水务法罚60万。贵人市长谢国良讲，这污染甲11月27流入江河的油污，即阵无关联。因为11月27对倒位流出来，还伫清查，医院等待检调来调查。虽然是环保局片面判定，但几乎很确定，并没有直接相关联。但无论如何，它都是污染的基隆河，也就是我们的取水口，所以我们要在这个部分还是要必须对它进行裁罚跟做相关的移送。在发生油污染的事件，台水总公司李定来对台中来到现场指挥，强调已经全面停止使用归人河的原水。也软净水厂接受西溪水库全量供水，设法由生产净水厂调度每天支援大约1万吨的水量。像外靠西溪水库供水的软区甲仁爱区较悬的所在，现阶段也会维持大约10天的供水稳定。目前来讲，会用到稀释水库的水大概是只有1.6万吨，所以我们预估了大概应该是可以维持差不多10天的一个供水的一个稳定。台水强调将无影响供水的情况，先来进行污染水质的检测，确认无问题向市府报告，市府也认定合格，就会来启动储水，希望2天内底会使恢复正常的储水。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后壁乌树林定这风灾废弃物说是来导火，到即阵已经13天啊，也未拍花。即阵是连这赛车就要45分钟远的永康甲东区路民众去闻到臭火大味甲塑胶味。市府是表示，这空气品质的监测是正常的，而且有信心明仔就当甲火完全拍花。本地看起来有3层楼高的乌树林占坑场，即卖大部分拢已经变平啊。消防人员持续钻水配合怪手，甲翕在烧的粪扫放去冷却池仔来降温，互现场一直清白烟。这场火是对11月后半个月，一直烧到12月初3，已经是第13天，还未完全拍花。传出成功大学的4颗梨仔，亲像台南的东区和永康这行政区，已经伫乌树林占坑场至少45分的车程，嘛是会当闻到塑胶味，也是臭火大味。感觉让人家会呼吸比较有点不舒服。比前阵子好多了啦，但是这几天就那个空气还是觉得就是很不舒服那感觉。东区有闻到味道，永康那边也有。所以你这边是中西区没有？可能风向不一样吧。有民众甲打徛个拢阁唔敢开窗门。成功大学是表示讲，学校的教职员和师生拢无反映讲有臭味。如果环保局有发布空污警讯的话，也会提醒老师跟学生这个教职员工生特别注意的一个事情。它产生的污染。或许是在挖的过程中浇水会有，但是我们在下风处，我们还是有几个特定的点比较临近，有造成影响的，我们还是有在做监测。市府表示讲，无接到民众反映讲市区出现臭味，这场拖烧10几天的火灾，有信心伫测试进前完全拍花。那个也很严重呢，我感觉台南环保局对这个问题有够无责任的，然后中央环境部
应该嘛有迄个稽查的大队，拢无动作吗？民团认为讲，只要烧金就会出现臭味。国民讲，这摆烧的面积遮尔大，对市府监测讲无安怎是持保留的态度。嘛，呼吁地方和中央针对这种大型量体塔矿场，订定管理办法和火灾防范的标准作业定数。因为风台当年都有可能来侵袭台湾，这种大量灾后的废弃物出现的状况，恐惊袂干那一摆尔。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甲日本关系真紧张，风车中共是有可能竟伫咧12月13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这个敏感的时机点来发动军演。咱的国安单位是表示讲会继续监控。也若是国安局长蔡明干是表示，今年是有8国家的军舰即将通过台海12抓，展现有志支持台海和平稳定。中国甲日本关系紧张，随着伫咧钓鱼台海峡升悬双方的冲突，中国海警船警告驱赶日本的渔船，日本海上保安厅也警告反制。有国安人士讲，无排除中共会利用13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发动军演。国安局长说明案无排除各种可能性。每年的11月到12月本来就是中共军演的热季，那对中共来讲他只要把例行的像4天的战备警巡以及沿海长训的这些常态性演习做一个包装，那再提供一个特定的演习代号，就可以变成是一个有针对性的演习，所以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至于是围在钓鱼台呢，或是在东海哪个地方，我们现在不敢判断。我的感觉只是秀肌肉、施压，但是不会产生任何军事冲突。前海军日级上将那英立委陈永康认为，中国甲日本应该袂走向军事冲突，因故伊讲爱料敌众宽，必要的时阵爱甲国际友民合作。经过科技情报交流，掌握中共任何败落的可能性。另外，中共无放弃武力犯台，加大恐吓的力量，国际社会关心要实际行动。蔡明案讲，包括越南在内，今年有8个国家的军舰总共12遍通过台海，表示美国友民重视台海的和平稳定。我们跟国际友方都有一些相关的情资交流，那让国际友方在进入到台海周边水域的时候，大概都可以掌握到中共活动的一些相关的样态，那代表这些国际友盟并没有因为中共的相关逢舰必更的动作而有所退却，那持续的表达他们对于台海和稳的重视。因那中央所提出的1.25条国防特别条例，和在野动乱，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飞帆认为伤害台湾的国安。中国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军事扩张跟武统台湾所做的准备。台湾所做的准备是为了维护现状做准备。林飞帆讲，美国跨党派强势是希望台湾会当强化自我安全准备，政府会继续甲在野沟通，美国也会尽量来沟通。伊认为民众的意见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自身要朝这乌克兰甲罗西亚停战 ，Trump 是派一个特使去罗西亚会谈，双方是超5点钟。不过，这回这罗西亚的态度是又搁再打甲真硬，针对这上界主要的领土问题是完全无要让步。而且，罗西亚总统普京阁批评这欧洲插手和平方案是调降咧起无空，甚至放调讲，若是欧洲想要干烧战，罗西亚是已经随时准备好势啊。面对这款局势，美国的总统 Trump 是讲实在是有够歹流落，也若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强调讲，一切都要公平透明，袂使伫因乌克兰的背后变空变胖，袂使无经过乌克兰就凊彩决定因的未来。罗西亚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川普的谈判特使维科夫和川普的囝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内面讨论结束俄罗战争的可能方式。双方会谈5点钟，普京的外交顾问厄夏科夫在会后除了讲这场会谈是真有建设性，而且意义是真重大，嘛表明讲只要有斟酌来读美国和乌克兰议定的新19点终战草案，双方无讨论任何具体方案，也是任何提议。在领土的问题顶悬，等于是完全无进展。Как вы считаете, 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ближе стали к миру или дальше? Не дальше, это точно. Не дальше, это точно. Но предстоит еще большая работа, как в Вашингтоне, так и в Москве. Условлено об этом, и контакты будут продолжены, как я сказал. Do you hope for a breakthrough, or is it not? I don't know. Look, I don't know. All I can tell you is that we're trying very hard to save 25 to 30,000 people, mostly men, mostly soldiers, every month.
俄罗战争爆发甲打已经要4年，欧洲各国不管是伫财政方面还是军事方面，拢大力来支持乌克兰，除了帮助乌克兰脱离对罗西亚的能源瓦靠，嘛加强因本身的军事力量，阻止莫斯科以武力去抢国较侪领土。罗西亚总统普丁是搁一摆批评欧洲，当咧破坏华盛顿要帮助结束战争的拍拼。Не собираемся воевать с Европой, я уже об этом 100 раз сказал. Но если Европа вдруг захочет с нами воевать и начнет, мы готовы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Я готовий отримати всі сигнали, готовий на зустріч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рампом. Все залежить від сьогоднішніх розмов. Дякую. 对罗西亚讲，伊已经占领顿内茨克的波克罗夫斯克，乌克兰是否认，而且讲这是罗西亚宣传的出头。另外，罗西亚总统普丁嘛表示讲，乌克兰的军队才是海贼，若是基辅拒绝妥协，罗西亚伫咧必要的时阵，会对乌克兰采取报复行动，占领国较侪领土。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香港洪福湾的大火，目前已经有156人死亡，而且到即阵也阁有居民下落不明。71岁黄先生迄当阵去接因孙逃过火灾，不过因太太就是其中一位，到即阵也找无人的。一个伤心无助的画面，就使人真心疼。即回即个大火，规个社区8栋烧掉7栋，唯一一栋无去炭烧的红纸阁，今仔只是开放民众转去摕物件。雨大火烧超过40点钟的香港大埔洪福湾，即阵外表是拢插火大，引来灾民失去厝内底人甲家庭的伤痛，依然是无度平复。大火发生迄天，因为出外去接孙仔的71岁民众黄先生，看到家后家己留伫厝内底无度走出来，看到迄一直对大楼烧起去，着急伤心，一直哭一直喊，规个画面互外国媒体翕到。灾民的悲痛一时间互人感觉会后甜。黄先生后生想到当时的情况，老母失去联络进前，只有一通电话敲互老爸，敢若讲短短1分钟就失去信号。看到平常时话无多的老爸，这个激动的情绪，互伊是感觉真感慨。係單見到冇咗家園，呢個已經係非常之小事嘅一個枝節嚟㗎啦，冇咗屋企。但更加重要嘅就係佢亦都係大家係冇咗個屋企，而個屋企真係可能我哋。黃先生退休進前是工地工頭，也有水電工的執照，一直煩惱講大樓的安全，並且反對進行這個修理的工程，也知影講施工材料真會多起這個風險。伊家己甲崁佇個窗仔這個泡棉棒拆掉，改用塑膠薄膜，也逐工對鬥佇個外壁的網仔掖水，也毋過伊完無度阻止悲劇發生。For sure, every time when we talk about mom, he would just cry. Quite badly, I would say. But it takes time. It takes time. 我们这个楼买了有20多年了，就说全部家长全部都买这个楼，你说现在这个一烧这样子，还有什么了？什么都没有了，让我们怎么办呢？无论是失去亲友，也是家庭，对着受灾民众来讲，安怎平复伤痛，面对未来的生活，将是真长的路。军监视单位继续进行勘验的工作，监视中心排满着急的家属，每一摆公布罹难者的相片，现场就传出，互人感觉心真酸的哭声。失去至亲的伤痛是无法度承受。唯一无受到大火烧着红纸阁，车衫头一摆开放，互民众转去厝摕物件。持续有民众到现场灾区献花，为着这场大火不幸死亡的无辜民众致哀。另外，天主教教宗良14世车里伫头一摆海外出访的最后一站，黎巴嫩主持弥撒时，也悼念伫香港大火罹难者。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美国讲为着打击毒品运输，是派军舰进驻加勒比海，这打击的行动是已经造成83人死亡。9月是美军攻击一只运毒船，船是已经着火啊，2个船员跳船逃生。不过，这美军煞是发动第2届的攻击。造成逃生的迄2个嘛过身，这款做法是牵涉违反国际人道法，就引起争议。所以讲，民主党的议员是按算要伫咧国会投票，阻挡美军的行动。美国总统川普昨日伫今年上尾一摆对国会议顶悬强调讲，美国这边真紧就会攻击委内瑞拉陆地的目标，强调已经掌握毒贩的情报。一定已经真侪摆试要限制总统川普对委内瑞拉采取侵略行动的民主党参议员，表示因会透过国会的投票阻止美国对委内瑞拉来发动攻击。维吉尼亚州的提姆凯恩、加州的亚当西夫、肯塔基州的兰德保罗和纽约州的查克舒默，伫联合声明内面指出，对委内瑞拉采取无经过授
受权的军事行动，会是正大代价正悬的错误。He said, "I want those boats taken out. We need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Caribbean. I've asked Hegseth over and over again to release the video so we see what's going on and we see if there are war crimes." 过去3个月，美军至少对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科技的运动的船只发动21摆打击行动，至少造成83个人死亡。关键是9月7日迄天的行动，迄当阵船顶11个人，第一摆打击9个人无命，第二摆出现2个红弹死伫水内。I watched that first strike live, so I moved on to my next meeting. A couple of hours later, I learned that commander had made which he had the complete authority to do, and by the way, Admiral Bradley made the correct decision to ultimately sink the boat and eliminate the threat. It was the right call. We have his back. So you didn't see any survivors, to be clear, after that first strike? I did not personally see survivors, but I stand because the thing was on fire. 华盛顿邮报因消息人士的讲法，赫格塞斯迄当阵口头下令，甲所有船顶的人抬好死。伫第一摆打击了后，2个活落来，随着伫第二摆攻击死亡。根据国际人道法，敌对人员若互拍着伤失去作战能力也是导航，都袂阁是合法的攻击目标。故意对这种人发动地面攻击是袂当的。公司新闻5零编译。去年12月初3半暝，南韩的前总统尹锡悦雄雄宣布戒严，引起南韩社会惊吓大乱。不过时过6点钟，这戒严令就去予国会撤销。尹锡悦嘛因为这件代志去互弹劾落台。这件戒严事件到达满1年，现任的总统李在明演说宣布，甲12月初3定做国定假日、国民主权日。同时嘛强调讲，迄当阵牵涉这戒严令的官员，拢会追究因的责任到底。 빛의 혁명으로 탄생한 국민 주권 정부는 우리 국민의 위대한 용기와 행동을 기리기 위해 12월 3일을 국민 주권의 날로 지정할 것입니다. 2024年12月初3半暝，迄当阵的韩国总统尹锡悦主张，以共同民主党为主的在野党已经正做受北韩影响的反国家势力，宣布紧急戒严。不过国会是宣告戒严无效，早期除了追究官员的责任，尹锡悦伫咧2025年1月甲4月也被逮捕并且弹劾下台。但是尹锡悦政府的恶梦也未结束，包括伊本人也看守警监司。 戒严迄当阵的国防部长金龙宪，也个迄当阵20几位政府官员拢被逮捕起诉。 친위 쿠데타 가담자들에 대한 엄정한 처벌은 그 시작입니다. 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执政党内面即马有声音，认为尹锡悦所属目前上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是强模戒严的势力，应该解散。 另外，韩国政府伫11月也决定，凡是被认定加戒严强模的公务人员，将会被立案调查听诉。有韩国媒体认为，安尼先会激化政治对立。不过，政府敢若正坚持未改变做法。因若对这份情势愈来愈深悬的日本甲中国对立，李在明初3伫咧记者会上讲，应该找寻各方拢会当和平共存的方法。 일본과 중국이 갈등을 겪고 있는데 우리가 한쪽 편을 들거나 그렇게 하는 것은 갈등을 격화시키는 요인입니다. 李在明也讲，若是需要韩国伫咧日本甲中国之间做中人，韩国正愿意。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来看比利时的检警，昨是去调查贪污甲诈欺，去敲欧盟的外交机构、欧洲学院，也佫有嫌犯的徛家。现任欧洲学院的院长，过去是捌做过欧盟外交安全的政策负责人，莫格里尼是去互检警掠去。 应欧洲公共检察官办公室的要求，比利时检警车里分3路大动作去布鲁塞尔欧盟对外行动处总部、布鲁日的欧洲学院以及涉嫌犯大的所在敲找。现任欧洲学院的院长，2014到2019年，捌做过欧盟外交甲安全政策负责人的密格里尼，以及欧盟对外行动处的官员，甲一个欧盟学院的经理。 互检方以涉嫌贪污甲诈欺的罪名逮捕。欧盟执委会发言人迄天伫咧记者会证实有这件代志，对着案情无愿意加讲。 Indeed, we can confirm that the police was today at the AS buildings, and this is part of the ongoing investigation of the activities that took place before in the previous mandate. And there is nothing more we can provide you with because there is now an ongoing investigation happening.
检方调查的是一个叫做欧洲外交学院，为期9个月欧洲少年外交官的训练计划。这个案件2021年起告，是欧洲学院承办。调查人员怀疑欧洲学院早就知影招标机密的细节，才通标到这个标案。另外嘛，怀疑欧盟对外行动署一寡官员以及欧洲学院是毋是违法使用欧盟的钱。向逮捕的密基里尼以及欧盟对外行动署中东北非甲保安事务署署长桑尼诺，拢是出身意大利的资深外交官，伫比利时外交科啊拢真有名。因互逮捕的消息传出来了后，欧盟的大家拢真歹相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澳洲的大堡礁是有真侪小岛，海底生态岛屿的生态拢真水。10多年来，当地旅游局为着宣传，是甲全世界公开请这看守员。虽然这工课是包山包海，毋过环境清幽，都有真侪人去应征。今年这绿岛的新岛主是已经选出来啊，是一对翁仔某，咱做伙来看。这是澳洲大堡礁岛屿当中的绿岛，离岛格拉斯港15公里。岛上除了有昆士兰上高的灯塔，10月还佫有新岛主卡麦隆翁仔某。We weren't really expecting to be successful, but much to our surprise, we were. 卡麦隆翁仔某是塔斯马尼亚来的，2个人捌住伫芳村顶12年，环游世界。头一摆去绿岛，就是来面试。It was smaller than I thought. But honestly, I think if I had a step counter, I'd be doing more steps on this island, walking around, raking, checking, than I would at home. 住伫水甲敢若明信片的岛屿1年，听起来真浪漫。现实却是校长要兼共证，维修基础设施、扫便所、清杂草，协助旅游的营运，统计鸟的数目等。工作的范围是包山包海，而且全年无休。You have to be reasonably resourceful because there's no big hardware store just down the road. 换一句话讲，要做岛主，毋但爱食苦、骨力，还佫有手工的能力，同时还佫有保育的经验。因为绿岛的海域有超过150种船乌礁。It's a very, very significant spot internationally because of the research that's been done on the reef out there. 毋但是创水味的好所在，绿岛1年四季鸟仔拢真济，鸟声毋捌停过，暗时大声甲那亲像搞响乐。所以，经营岛主良心建议，困的时阵会记得耳仔爱踢起。It's a phenomenal island in terms of just how much variety in seasonal life there is, both marine life as well as the bird life. 过绿岛1年薪水偌济，即个官方无明讲。根据前几年的合约，年薪差不多新台币200至250万。不过，一旦挖进岛屿生态机会是无价。I'm a person who believes if you sit still for too long, you get old. I'm just not ready to get old yet. 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希腊办婚礼，传统礼成了后，是甲新郎新娘夜美，祝福因子孙欢迎，幸福美满。不过，因为这颗花美的产量是一直在减少，而且也有袂少人认为讲，安尼夜美是伤过讨债。是讲即阵因遐就当咧推动，用这下美的过程当中，喙齿的美来压，毋但较袂讨债，喙齿的美有新的利用价值，也会当保留这项传统。新郎甲新娘伫婚礼上正式宣誓正做翁仔某，仪式结束了后，宾客就对因来夜美，代表济囝济孙济福气，生活富足。这就是希腊古老传统，因为七宝代表幸福甲财富。希腊是欧盟第3大稻米的生产国，年产量是25万吨，而且大部分拢是用伫出口。希腊属有地中海型的气候，热天气真大暑真热。不过受到气候变迁影响，连续3年的落雨量拢比平均值较低，造成希腊的农产地区面临可患之苦，作物产量不如以往。加上南亚属价进口稻米的激烈竞争，货币的计销是一直落。Οι δυσκολίες πλέον είναι πολλές. Το κόστος παραγωγής είναι πάρα πολύ αυξημένο. Ζοριζόμαστε πάρα πολύ. Οι τιμές του ρυζιού είναι πάρα πολύ χαμηλές και προσπαθούμε να δούμε τι θα κάνουμε. 希腊的习俗伫礼成了后，用结婚的人夜美是一种美好的祝福。不过，有愈来愈多的希腊的人认为讲，对结婚的人夜美是一种浪费，因为每年拢有几啊栋列形真完整的美互献掉，所以农民伫维修挂也是加工过程中受损的，喙齿的美找到新的出路。 Κάθε χρόνο, κυρίως στους καλοκαιρινούς μήνες που πραγματοποιούνται οι περισσότεροι γάμοι, πετιέται περίπου μια ποσότητα των 200 τόνων βρώσιμου ρυζιού. Οπότε σκεφτήκαμε γιατί να καταλήγει βρώσιμο προϊόν στο πάτωμα και να μην καταφέρουμε να ρίξουμε κάποιο προϊόν παρόμοιο.
真侪农民拢赞成分类改做也喙齿米这款的创意。渔业的水稻专家讲，喙齿米占渔业稻米出口的9%，因为这喙齿米除了加工加做其他米的制品以外，也会当做鸡甲猪这饲料，种又有新的价值。为伫渔业北部这间农会已经卖超过3栋喙齿米，予要结婚的人，为当地农民带来新的收入。公视新闻新乐配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